我先要代表赵善忠牧师跟 Channels， 谢谢我们在座当中有讲国语、普通话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因为刚才我们唱很多的诗歌，尤其 rap 的，讲到赵牧师练诗的时候，面窿窿就没有办法翻译的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想他等一下太长，没有机会休息，所以呢没有办法再翻译，请大家见谅。但是我们很感谢你们听广東歌，今天晚上你應該學得很多廣東話。頭先呢，我太太坐喺我旁邊，佢話你又唔係唱歌，你又唔係詩班，做咩喺度着住件 T-shirt 喎？我都擔心呢，我嚟到呢一刻呢，係咪一個 anti-climax， 係咪一個嘅反高潮？但係既然籌備嘅弟兄姊妹同 channel 要求我呢，都講幾句説話呢，我就同大家一齊喺呢一度係感謝、讚美。今天晚上有咁多弟兄姊妹呢，坐滿咗呢一個成個嘅禮堂。我同大家同趙善忠牧師一齊用神嘅話語，在夜間歌唱。A song in the night， 在夜間歌唱。喺2010年1月份嘅時候，當我哋教會35週年紀念按立趙善忠牧師、陳靜文牧師嗰個嘅按牧典禮裏邊呢，如果你有嚟過，你會記得我用大衛嘅故事。趙善忠牧師係好似聖經嘅人物大衛，因為佢係一個音樂人。大衛固然非常有音樂嘅恩賜，唔單止寫咗好多嘅詩篇，而且呢，佢係識彈樂器，佢彈琴可以安慰到掃羅。佢亦都組織詩班，將嗰啲利未人祭司呢，唔單止一個詩班，係按住時鐘 rotational 嘅24小時都喺度唱詩嘅，因為佢係好肉緊促進敬拜嘅一個人。趙牧師呢，直情就係好似大衛嗰種嘅音樂人，但係大衛又係一個牧羊人，佢係一個牧羊仔出身。後來就成為一國之君，佢去牧養神嘅百姓，係上帝嘅羊群。我哋所敬仰嘅趙善忠牧師呢，亦都係一個好牧師。佢係一個音樂敬拜嘅促進者，佢係一個好牧者。偏偏上帝就揀選要呢佢嘅僕人更加盡心嘅以夜間嘅歌唱 ，A song in the night 嚟到去説明幾件事。至少今晚我同大家分享好簡單嘅3件事。咩嘢叫做 A song in the night 呢？ A song in the night 就係喺苦難裏邊仍然可以唱歌讚美神。佢藉着趙牧師嘅生命，今晚唱咗好多歌，大家講咗好多説話，都係證明第一。喺苦難中，神嘅慈愛從來冇離開我哋。苦難中，神嘅慈愛從來冇離開我哋。頭先我哋一齊朗讀嘅詩篇42篇係趙善忠牧師其中好喜歡嘅一首詩篇，因為我親身聽過佢喺主學裏邊用呢一篇詩篇嚟到教屬靈嘅導引。好精彩，講到呢詩人點樣嚟到渴慕神，好似鹿渴慕溪水一樣。又諗起當日佢帶領住，唔係淨係自己喎，帶領住百姓一齊咁樣喺節期嘅時候去敬拜神。但係當現在做唔到呢啲嘢嘅時候，心裏邊好受煩，好憂悶。然而詩人喺42篇第8節嗰度，呢個係可拉後裔交與伶長，佢話：白晝耶和華必向我施慈愛，黑夜 A song in the night，
我要歌頌禱告賜我生命嘅神。By day the Lord directs His love. At night His song is with me and a prayer to the God of my life. 後尾喺詩篇77篇第一、第二節嗰度，另外一篇詩就有一個亞薩嘅詩，照住耶杜頓嘅作法交與伶長。佢話：我要向神發聲呼求，我向神發聲，他必留心聽我。我在患難之日尋求主，幾時啊？我在夜間不住地舉手禱告，我的心不肯受安慰。詩人都會有好多困惑，未能夠接受到上帝嘅安慰。但係去到第6、第7節，佢話：我想起幾時啊？夜間的歌曲 ，A Song in the Night。捫心自問，我心裏也仔細省察，難道主要永遠丟棄我不再施恩嗎？佢問嗰啲叫做 rhetorical question。佢話：難道他的慈愛永遠窮盡，他的應許世世廢棄嗎？Rhetorical question 即係問嚟呢，其實佢答案話 no。個答案就係我仍然覺得上帝冇離棄我，上帝冇忘記佢嘅應許。大家留意呢一節嘅聖經，佢話 I remembered my songs in the night。頭先42篇話係 His songs， 上帝夜晚嘅歌曲，而家成為佢個人喺夜間裏邊所唱嘅詩歌。The fact is， 過往嘅一年，舊年趙善忠牧師係4月10號病發嘅。由嗰陣時開始，你睇下有幾多嘅人就係你哋所有好多嘅弟兄姊妹，你哋又安慰，你哋又嚟到關懷，你哋又將好多嘅卡嚟到 send 過俾佢，有喺經濟上嘅金錢嘅捐獻，有好多嘅禱告，有 email 電郵嘅 message， 有 Facebook， 而且咧去醫院探望。聖 Michael Hospital、Sunnybrook Hospital， 去屋企探望，好多人翻香港嘅時候就同時走去瑪麗醫院、麥理浩呢一個係康復嘅療養院，而且俾好多嘅 medical advice 啊，醫療上嘅一啲意見 ，general advice 喺各方面嘅意見，而且當趙牧師要翻嚟多倫多嘅時候，喺香港嘅機場有至少好多人，而且有啲大幕出嚟咧。嚟到送佢一落機喺多倫多嘅 Pearson Airport 咧，又有一站牧師咁嚟到去接送，而且繼續去 Sunnybrook 嘅醫院，冚唪唥都係反映大家你哋係上帝嘅愛，透過你哋呢嚟到俾趙牧師知道神嘅愛慈愛，從來冇離開我哋。尤其是今天晚上呢一個音樂會坐到滿滿嘅，你哋絡繹不絕，居水馬龍，川流不息。係上帝嘅使者，將愛慈愛帶俾趙牧師，係咪從來冇離開到佢啊？我哋俾上帝一輪鼓掌得唔得？喺黑夜當中嘅唱歌呢 The Song in the Night 表示苦難中神嘅慈愛從來冇離開過我哋。第二，喺黑夜當中嘅唱歌 The Song in the Night 表示苦難中神嘅智慧仍然不斷喺度創作，神嘅智慧仍然不斷喺度創作。大家都知道趙善忠牧師係非常有靈感創意嘅人，唔係淨係音樂詩歌，你同佢傾過偈你就知㗎啦，係咪？唔夠5分鐘佢同你作個花名嘅。咁趙牧師咁創作嘅天才，佢而家病咗，咁點算啊？咁約伯記呢就提醒我哋，約伯記35章第10節，卻無人說造我的神在哪裏？他使人夜間歌唱。大家知道呢，約伯記係講受苦嘅苦難，唔單止講苦難，而且係特別係講問一個問題：義人為何受苦嘅？但係一路講到呢度呢，就嗰個話題開始 shift 轉咗去呢，究竟智慧從哪裏來？大家知道呢，係受緊苦嗰個約伯呢，同佢3個友人喺嗰度辯論，好多嘅人生哲學，究竟係邊個嘅錯？究竟係咩罪？於是講嚟講去水洗都唔清。但係嚟到35章呢，咁啊上帝唔要呢3個人啦，就走出一個叫做
以拉戶、以利戶出嚟，佢就開始兩邊都唔講，但係佢講嘅啲説話好似鋪定路咧。上帝喺38章至42章親自講説話，跟住最尾咧就係伸張 vindicate 約伯，佢本人係一個義人嚟嘅。佢講咩呢？佢提醒翻你哋，你唔記得咗咩？做我的神在哪裏？呢個創造嘅主，佢喺夜間叫人歌唱嘅。智慧就係從神嘅創作力嗰度嚟嘅。38至42章全部係形容上帝嗰個奇妙偉大嘅創造，講到佢創天造地，講到嗰啲星獸，講到咧嗰啲天上嘅飛鳥，嗰啲地上嘅走獸，嗰啲海深海裏邊嘅魚，嗰啲各樣上帝自己手所偉大嘅創造奇功。當我哋睇見日本嘅災難嘅時候，當我哋唔明白嘅時候，話係咪佢太殘忍嘅時候，請你唔好忘記喺約伯記裏邊不斷重複出現上帝創作嗰個能力。至少嗰啲風浪，上帝自己手所作嘅功係繼續嘅喺嗰度創作。神唔會殘忍嘅，因為聖經話不願一個小子沉淪，但係要萬人都悔改。但係喺呢一度，上帝俾我哋知道佢嗰個創作力已經透過趙牧師頭先都聽到係多產嘅。趙牧師嗰個創作嘅能力呢，能夠甚至乎夜間都歌唱呢，係從上帝嗰個嘅智慧而嚟嘅。首先佢又作曲填詞啦，唔單止呢，佢用好多嘅樂器，有吉他，有彈琴，有打鼓，又能夠吹簫，而且仲拉二胡。佢咧呢一切嘅上帝俾佢嘅作曲填詞呢，都叫音樂能夠活過來。佢又作咩呢？佢嘅創作係作讚樂詩，因為 Channel 喺中國大陸呢係被稱做讚樂詩，唔單止係讚美，而且係 Promise Keeper， 個個都係好嘅丈夫、好嘅爸爸，而且幫助男人嘅事工 Awaken Souls， 讓好多個男人嘅甦醒。佢又作法先驅，因為佢按住佢嘅師傅 Robert Webber 嗰啲 blended worship， 將古典嘅聖詩同埋咧係現代嘅音樂，能夠新酒就要用新瓶，新酒就唔可以用舊瓶，所以咧能夠將詩班同埋咧 worship team， 即係咧呢個敬拜樂團咧，好自然嘅、好和諧嘅，係有所混合嘅，而且透過一個新嘅架構。所以佢呢一種嘅咁樣，上帝俾佢嘅創先呢、先驅呢，唔單止祝福咗華基愛正堂嘅教會，亦都祝福好多嘅教會。同 Channel 頭先聽到喺灣區嘅係三藩市嘅都有好多。所以最後一點就係作育英才啦。頭先喺台上你見到嗰班嘅係青年人，係上帝透過趙善忠牧師用 discipleship 門徒嘅訓練，係靈命嘅導引。佢訓練好多年青嘅音樂家，讓嗰啲青年人有份參與，所以大家唔好擔心。所以大家繼續嘅信靠神，因為上帝嘅智慧不斷喺度創作呢，而且佢更加會透過夜間嘅歌唱 A Song in the Night 完成佢更多嘅創作。第三，我哋睇見 A Song in the Night 唔單止係苦難中，我哋知道咗神嘅慈愛從來冇離開我哋，神嘅智慧仍然不斷喺度創作。最後呢，神嘅呢個 Song in the Night 喺晚上嘅唱歌，係叫我哋知道苦難中神嘅拯救係繼續喺度施行憐憫。我哋而家就由大衛嘅神學轉化去呢一個保羅嘅神學。大家留意剛才嘅經文《使徒行傳》16章，呢一段故事大家好熟悉嘅。當時約在半夜，幾時啊？係黑媽媽嘅時候，係保羅和西拉就禱告，就唱詩讚美神。Another song in the night。眾囚犯就點呢？側耳而聽。忽然地大震動，甚至監牢地基都搖動了，家門立刻傳開，眾囚犯嘅鎖鏈也都鬆開。